已經要浮一陣啦，數你真係要浮好多啊！數佢都要講埋一啲，跟住得啦，好嘢啦！搓下好大個。記得你要一個睇下啲幾大個。你都可以要一個小朋友幫你㗎，但係都要一個大人幫助你啦。好啦，就準備啦，好啦，一齊畢啦！哇，正啊，紅酒啊！少少先啦，唔你好太睇下多。幾好食咁樣喎！好啦。你可以加埋啲紅酒肉喎，第二啲嘢如果你想食，你可以加乜都可以加，因為呢啲係湯圓，都有紅豆沙啊，正啊！記得小心啊，因為你咪早死㗎，太熱啦喺廚房。